哥林多前书第9章。我减毋是自由的人，我减毋是使徒，我减毋捌见着咱的主耶稣。恁减毋是我为着主工作的成果。对别人来看，我减彩毋是使徒，毋过对恁来看，我确实是。因为恁甲主结连，就是我做使徒的证据。对遐个批评我的人，我安尼辩明：我减无权通食通啉，阮减无权甲其他的使徒、主的兄弟以及彼得共款，带女信徒做某做伙旅行。减简单，我甲巴拿巴一定着做工，才会当生活。减有人做兵，搁得食家己。减有人种做葡萄园，无食园内出产的葡萄；减有人饲羊，无啉家己的羊奶。我讲这个减是根据人的想法，律法减毋是嘛安尼讲。摩西的律法规定，牛在论五穀的时，毋通甲伊挂牛喙篮。上帝关心的减是牛，伊减毋是完全为着咱讲的。当然是因为耕作的人肯望耕作，收割的人肯望收割，因拢是期待得到五穀。阮若有伫恁中间也属灵的种子，对恁得到物质上的奖给减有过分。别人若有权通对恁要求，阮减毋是搁较有，毋过阮拢毋捌用即个权。反倒忍受一切，才免互基督的福音受阻碍。恁一定知，伫圣殿得工作的人，对圣殿得到食物；伫祭坛得献祭的人，分坛顶的祭物。亲像安尼，主有吩咐，传福音的人应该靠福音生活。毋过我拢毋捌用这个权。我现在写这个话，嘛毋是要争取即款的权，我宁可死，嘛无爱互我所夸口的落空。我传福音，并无啥物通夸口，我是奉命得传。我若无传，有灾祸。我若甘愿做即个工，就有报赏。我若毋是出于甘愿，嘛着执行上帝交代的任务。安尼，我的报赏是啥物？就是我通传福音，互人白白得到。我颠倒无享受到传福音应该有的权利。我是自由的人，无受人的束缚。毋过为着要得到较侪的人来信主，我正做正人的奴隶。对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是为着要得到犹太人。虽然我无受摩西的律法拘束，却做律法下的人，是为着要得到律法下的人。对律法外的人，我就做律法外的人，是为着要得到律法外的人。安尼，毋是讲我无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其实我是受基督律法约束的人。对信心软弱的人，我正做软弱，是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。对倒一款人，我就做迄款人，用逐款方法通加救一寡人。我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，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的祝福。恁一定知，伫运动场参加竞赛的人，拢落去走，毋过只有一个得到奖。亲像安尼，为着要得到奖，恁就拍拼走。逐个选手拢有接受严格的训练，因安尼做是要得到袂败坏的花冠。毋过咱爱得到的是袂败坏的花冠。安尼，我走毋是无目标得走，拍拳毋是得拍空气。我严格操练家己的身躯，到会当完全控制，才免招别人来参加比赛，家己煞失落资格。